不知大师是哪座寺庙中的高僧，又为何让我千里护送贵师弟来此？我们是寒水寺忘忧禅师门下弟子。什么？寒水寺忘忧？那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天下三寺：少林、白马、云里。他们虽然声名鼎赫，但是论起天下禅道的第一大宗，却公认是寒水寺的忘忧大师。据称忘忧大师一人便修习佛家六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，其中有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来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大师一眼，无需言语，便往往捶胸顿足，痛哭流涕，最后大多哭晕过去。醒来之后便大彻大悟，忘却凡尘琐事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。据说他心通修炼至极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也能改变人的内心，无需言语，便能以佛法度人。这位公子说的不错，这本就与此事有关，公子但说无妨。毕竟事关师尊名誉，由贫僧这个弟子来说，本不合适。忘忧大师精通佛门六通，且佛法高密，以至于寒水寺虽然只是一座小庙，但香客却是络绎不绝。可据说就在2个月前，忘忧大师突然疯了。护寺武僧赶来，也无法将其制服。最后据称是他的嫡传弟子赶来，这才制住了他。之后便作化了，尸体倒地后变成了粉尘，眨眼之间便灰飞烟灭了。江湖传言便是这些，尸体倒地变成粉尘，听上去就像是神怪话本里的事。至于事情真相究竟如何，想必只有2位大师知道了。传言并没有错，师父作画之后，尸体便倒地为尘，都是寺内僧人亲眼所见。众人接到师父在修炼他心通时走火入魔，可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师父练的早已不是他心通，而是心魔印。